大家好，我哋係 The Global Ledger 環球帳簿，一個專注高質投資、商業同金融情報嘅頻道。你可以 click 入影片描述 video description 入面睇到更多關於我哋背景嘅資料。我哋嘅英文版喺1個月前開始推出，到而家為止，我哋已經製作咗9條影片，題材包括美國利率、記憶晶片熱潮、全球通脹、比特幣、AI 股票，以至今集講嘅美國國債知識。今集係我哋第1集廣東話版本，由而家開始，同一集內容我哋都會推出廣東話同英文2個版本。我哋亦會逐步將之前所有英文影片轉成廣東話版本，希望大家覺得我哋嘅影片有用。多謝你嘅支持。美國國債一向被稱為全世界最安全嘅投資，但安全唔代表冇痛苦。過去幾十年，債券投資者活喺一個利率大部分時間向下行嘅世界。孳息跌，債券價格就升，但嗰個世界可能已經過咗去。高息維持更長時間，可能會變成新常態。而呢件事唔單止影響債券，股票同其他資產都會受影響。長年期美國國債投資者已經學到一個沉重教訓：孳息升，債價就跌，而年期越長，跌價就越深，警號越嚟越響。30年債券牛市可能已經完結。問題唔係美國國債喺信用上安唔安全，問題係投資者而家承受緊嘅9期風險、通脹風險同財政風險，究竟有冇得到足夠回報？長年期債券對利率變化特別敏感，孳息只係喐少少，價格都可以大幅波動。冇錯，美國國債仍然有利息收入，但當長債孳息持續上升，呢啲收入未必保護到投資者，避開按市值計價嘅虧損。核心問題係美國嘅財政狀況。到2026年7月，美國總國債已經去到大約39.4萬億美元。2026財政年度頭9個月，聯邦赤字接近1.4萬億美元，即係平均每個月要借大約1550億美元。自2007年以嚟，美國國債市場由大約4.5萬億美元膨脹到39.4萬億美元。美國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嘅比例已經翻咗1倍，而家超過100%。多年嚟嘅過度開支令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利息成本升穿1萬億美元。要填補呢啲赤字，美國財政部就要不停發債。當供應增長快過需求，債券價格就要跌，孳息就要升，先可以吸引買家。呢個會形成一個危險嘅循環。孳息越高，利息成本越高，利息成本越高，赤字越大，赤字越大，就需要借更多錢。通脹係另一個威脅，油價衝擊、關稅、強勁經濟活動，加上市場對聯儲局獨立性嘅疑問，都可能令通脹維持喺目標以上。市場已經由原本預期減息，轉向開始考慮進一步加息嘅可能。Hoising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呢間做咗30幾年美國國債大好友嘅機構，而家認為長期通脹可能會移向3.5%至4.5%，甚至有時會高過5%。呢個水平遠高過聯儲局2%嘅目標，而呢件事會改變長年期債券嘅價值。如果通脹長期高企，投資者就會要求更高孳息去保障佢哋嘅實際回報。人工智能而家都加入咗資本競爭，科技公司正大量發行長年期債券去融資數據中心、晶片同電力基建。投資者唔單止要吸收政府越嚟越多嘅發債，仲要同時吸收企業嘅龐大借貸。30年期美國國債孳息喺一段異常長嘅時間維持喺5%以上，5月更加一度接近5.2%，係2007年以嚟最高水平。專業投資者已經開始反應。Hoisington將佢嘅美國國債組合有效9期，由2025年9月嘅20.88年削減到2026年6月低過1年。佢嘅長9期策略，過去5年錄得年化8.7%嘅虧損。Jupiter Asset Management 行得更加前，喺一隻主要債券基金入面，將美國國債持倉減到0。Jupiter 較偏好歐洲同新興市場債券。佢哋認為美國經濟過熱同通脹令美國加息機會更高，風險唔只存在喺債券組合入面。美國國債孳息上升會推高按揭成本，同時佢亦會推高企業借貸成本，令高槓桿企業受壓並削弱利潤率。當資金成本上升，房地產市場同高槓桿公司會特別危險。美國孳息上升可能會推強美元，令新興市場更難償還以美元計價嘅債務。孳息突然上升，亦可能暴露銀行、
保險公司同退休基金入面嘅潛在虧損。不過，以上分析有一個假設，就係美國財政赤字急速膨脹嘅同時，美元唔會因為赤字問題而貶值。呢個係一個重大問題，亦都係我哋會喺另一條片討論嘅題目。對投資者嚟講，影響遠遠唔止債券。如果美國國債孳息長期維持高位，政府債券相對股票就會更有競爭力。孳息上升會提高市場用嚟折現企業未來盈利嘅折現率，結果就可能壓低股票估值。呢種壓力對估值昂貴嘅科技股同其他增長股尤其危險。美國國債仍然提供利息收入同信用安全，但如果想投資組合更加穩健，投資者可能需要考慮較短年期、更多元化嘅債券配置，同埋對高負債國家同公司保持審慎。美國國債孳息高企更長時間，係全球股票同債券市場一個新風險。呢個轉變唔會一夜之間發生，但會隨住時間越嚟越明顯。長線投資者喺未來幾年建立投資組合時，應該將呢個視為一個基本假設。如果你想緊貼最新嘅高質投資、商業同金融情報，記得訂閱 The Global Ledger 環球帳簿，亦都喺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美國國債孳息長期高企，你會點樣調整你嘅投資？下次再見，記得緊貼情報。